这样吼。来，好，大家好早吼。今仔日是咱这个台语诗，现代诗上尾的一节上课啦吼。今仔日是6月25吼，真欢喜请到杜信良老师来甲咱讲这节课吼，足有意义的吼。伊算少年啦吼，甲大家年岁较接近，伊所经历的吼，嘛是咱足宝贵的学习，甲伊的迄个思考的方式吼。所以咱今仔日来上这节课吼，大家爱斟酌听吼。老师若有咧讲，有啥物想法甲各位沟通吼，请恁一定爱甲迄个莫开甲老师互动吼。请电铃是拢一直开着吼，甲老师互动，应声，互老师知影讲咱有伫现场，安尼好毋好？好，来，安尼咱就用普话声吼，欢迎老师吼，大家拍捧一下。好，安尼请杜老师开始，安尼我就关起来哦。好，谢谢吼，大家高早吼，高早，因为我嘛是第一届用这种方式甲遐济人分享代志啦。当然我即摆咧做工课嘛，因为其实阮已经拢伫厝里做工课嘛是拢用网络去开会啦，佮毋捌用这种方式佮开迄个影像啦，佮当然佮用台语嘛。因通常我伫外商公司咧上班，阮是拢讲英文嘛，吼。即种第一届甲阮年岁小可有精彩的人去开会啦，这是我第一届，所以基本上有对我来讲小可挑战。若有讲过程当中，恁也有一寡问题我是希望讲恁会当直接甲我拍断嘛紧。今仔日听讲是恁即个课程最后一节课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较轻松啦吼，较轻松。因为我原底的愿望是讲是安插伫5月中啦，所以迄阵阵若有较长的时间会当较济互动啦。即摆咧无法度，即摆已经是最后一节课敢若2点钟的时间啦吼。所以你若有过程当中，你若有啥物问题所以讲恁会当举手啦，直接发问吼。咱我著因为我看袂着恁吼，我即摆当一个荧幕尔看袂着恁的表情毋知恁有啥物回答所以讲基本上若有讲着啥，恁著会当尽量做我互动啦吼。安尼咱著今仔开始今仔的议题课程即个恁的课是讲台语是欣赏啦吼，赏识我今仔想要讲的是讲，第一我是甲号做讲为虾米写台语诗啦，吼，为虾米写台语诗原底我是想要请金华老师，互恁去先读我写的3首诗。我个人感觉可能毋是上介好，我感觉我是写了，我是足有感动的3首诗吼。我听铁人讲，恁应该拢有读过这首诗所以今仔日基本上上无会分享这首诗啦若有时间，若有较量吼这3首诗会尽量去讲的。尤其是这首诗，我想要讲，因为这首诗是我我迄阵有一冬去荷兰做工课做半冬我半暝写到哭出来。这首诗。老师，你会使音幕较大一个？音幕会使较大一个无？我已经放大呢。安尼好。我已经放大这首诗是我就是伫荷兰写半暝写到哭出来所以足希望尤其伊最近佫有一寡新闻啦吼无要紧，继续。我先个人小解一下，就是
我是学电子的，吼。其实我是2013年年底才开始写母语，一切拢是家己学习吧，我无去上过啥物课，无。我就是去图书馆去借册家己读安尼。是安怎向用要写？是一寡就是为台北转来，发现讲伫厝邻一寡环境拢甲以前细汉时无共款啊，无共款的意思是讲厝邻的人啊，还是我四个位仔的人，其实愈来愈少人讲母语我老母干那样听母语尔，听台语。迄时阵就感觉讲这无啥正确啦，所以讲我就做想要甲即个物件捡转来，迄个形容就是有即个感想伫遐。我袂讲，我袂这毋是今仔要讲的重点嘛。我佫分享一件代志，就是讲，自从我2013年开始写了后，我就是甲逐档，我拢会做记录啦。即个讲这记录是写作足重要的一个步骤啦。我当写了，我拢会去影印出来，影印出来了后，我会去修改啦。我是感觉这若是讲有咧，你平常时你若有写作的惯势还是讲，比如讲你写日记，你写日记你会当看到你的成长，每一档，你会感觉讲，你是有迄个成长的，你个人的成长的。那我写其实毋若是散文还是诗甲小说，我嘛有翻译，就是我读的册我有翻译，我甲伊翻译做台语，我也感觉讲伊写得袂歹，我有法度学习的，我就会甲做翻译。我嘛最爱写七字仔的，我嘛最爱写七字仔。上重要就是我拄则讲的日记。这是阮全部拢是用台语去写，用台语去写。伊就是为2013年开始到差不多8档的时间。其实我的年资以台语界来讲，其实是足浅的啦。毕竟我是讲就是以我的经验安那写较有趣味安尼你较有法度较会久长啊。任何代志，你做一件代志，你若有法度做较久长的话，其实你慢慢就有会成绩出来，就会成绩出来。我个人是足建议恁写日记啦，写日记。对写作来讲，咱是慢写写字讲较远的所在，虽然是这个课这个课讲台语这个课我来听这3部分就写作嘛，台语甲诗嘛。我是感觉讲，我会搁讲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投资这投资可能甲钱无关系，我是讲甲你的人生过程中有关系。写作的话就是讲，你安怎写，你安怎写你安怎写？我相信无伫卡讲，恁在座嘛有，其实已经经验比我较好的人比我较济。我一开始写的话，其实就是讲2013年开始写。一开始是写啥？一开始写啥？我一开始写的时阵是为诗开始写文章。其实以文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其实安尼毋是讲介好的，就是讲诗伊是足感性的语言其实伊是经过足长的思考了、感动了，去解构做诗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
啊，你若要直接要跳到公司啊，其实是有诶时阵，你诶基础是拍无在诶。这是所以讲，我会足建议讲，你平常时你着爱去，莫先想讲想要直接飞啦，你爱先样行较难飞嘛吼。啊，无要紧，等者搁较继续搁讲落去。嘿，啊，投资诶话就是讲，我感觉个人做一个母语写作诶作家啊，迄是对你人生上大诶投资甲成就吼。咱会等者搁较进一步讲。啊，佫有拄则讲诶，讲是安怎为？虽然我讲一开始莫先写诗啦，啊，为虾米我一开始写诗？其实是咱台语诶环境吼诶问题啦。意思是讲，因为长期互打压啊，长期互打压资料其实资料拢较无遐简单互看着，啊，所以即摆我迄阵阵去找一寡资料时阵，其实我看图书馆上侪就是台语诗啊。啊，是这为虾米讲？这嘛是为虾米讲？我开始是为台语诗开始，是因为我手头的资料有限啊，啊。早期做台语运动的作家，你嘛去甲看啊。其实伊嘛是拢写诗，较侪拢写诗开始。啊，因为伊较简单，也毋是讲较简单，是伊的字数哦，短安尼较好入手啊。啊，佮其实以文学的写作过程来讲，其实应该不难度，伊的用词，伊的文学的感性来讲，伊的程度是较悬的。啊，所以基本上，咱应该是爱为一般写诗写迄个记录文开始，慢慢来跳到讲迄个文学的语言。我是感觉这有一寡其他。啊，所以讲你发现讲，诗面仔写安怎写？其实一开始你无法度直接跳到遐啦。啊，可能你本身的问题是你平常时你的生活内、读册内的物件是无够的关系。啊，最后一节课，今日最后一节课，我是想讲，互恁大家思考一寡遮的问题，是讲恁上即个课啊，你想看觅你已经学着啥？啊，佮有进一步你想要学啥？啊，你敢有去实际去做？这我感觉是足重要，是意思是讲，这可能甲今仔课程无啥直接关系。啊，佮以我来讲的话，因为咱讲的，咱主要是讲母语诗嘛。啊，你一定会写母语，啊，母语毕竟你即马是弱势，哦，啊，你无你若课上了，你无去实际去做，你上了上即节课了，其实是可能较无对你来讲无啥较大效用啦。所以我讲，其实足鼓舞学生恁去思考遮个问题，应该是讲，不管你做啥物学习，你上课进前甲上课了后，其实拢爱上看觅你到底你上课进前你想要为即节课得着啥？啊上了你佫学着啥？你会安怎做？吼，意思。你台语学了后，你有做啥物行动去做一寡延续啦？啊，对我的角度来讲，我希望讲会晓延续。啊，像我之前我电子我钢琴数学学足济嘛，其实我到当嘛是无啥用着。啊，佮你来讲，是一种规定。啊，佮语言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无共款的。你爱去运用，吼，所以讲我会当互大家出的，是讲敢有当想要分享讲你有即节课上了你有啥物学着啥的话？
敢有人同学要分享的？天平敢要分享？敢有人要分享？为什么伫零你是点名我？我想讲你有咧讲话。你为什么会安尼想？因为迄个新朋友投稿啊嘛，吼。哦，嘿，对。我感我是为今年1月开始，就是放歇寒的时阵开始，因为顶学期主任有教白话字，我着歇寒的时，我着开始写一寡诗，就是我一开始是写我家己的感受感情，后来修即门课了后，我有搁较进步的，就是写我的阿公，就是毋但我家己尔，就是搁写着我的阿公，然后阮分组的团体诗，我着写阮台南的唐德宗，就是我感觉我有进步，就是我会当写物件，为原本家己的心情有渐渐放大，写着我的家人，写着台湾的历史安尼，多谢。哦，我感觉真好哦，谢谢哦。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讲的。其实你会感觉讲，你会愈来愈明白家己。我感觉这是足大的重点，就是讲，足大的重点。你要写作啊，你要写作，我搁放。你要写作，其实你尾啊，我看一下。你要写作，你一定爱去明白家己啊，明白家己尾啊，着慢慢啊看。为足侪台语作家，你其实嘛看，不管台语甲华语的作家，其实拢只要是作家，因拢有共同的重点。伊是为个人开始，为厝人、厝内的人，亲情好朋友，甲伊的生活苦啊，去慢慢谈，搁拖到伊的土地，搁拖到伊的社会，甚至是国际。其实这是足大的重点，是你爱明白家己啊。这我想要讲，迄个写作是有一本册叫做《写作是你人生上好的投资》啊。我是甲伊改做一个母语作家是你人生上好的投资啊。你会理解讲，你会慢慢啊，甲你本人、甲即个土地，甲是你的家庭啊。你的朋友，你会感觉讲愈来愈合做伙，你会感觉讲你本身是有足大的成长的，所以讲我是做非常鼓舞大家去真正去做看卖啊，实际去做。你莫讲母语即节课啦，讲台语是即节课，其实你其他的课程，我是非常恁若是讲中文迄个台文系的同学，我是非常鼓舞恁。去思考这件代志，因为咱的时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你要去思考，你要做这件代志，去上这节课，你学到啥？你会当透过这学了后，你会当过去看，去发展啊。我是感觉这是较，我感觉爱甲恁讲的，这个就是我已经出社会15到6档啊，我是感觉。我目前嘛是，拢嘛是甲我家己讲用即个心态去做学习。你若无学习，迄是莫讲作家啦，你其他基本上你伫遐互家己束缚，因为你自头到尾你拢毋捌好好啊去明白代志。写作就是一个足好的开始。这是一个足想要讲的一件代志。我有当用我写我这一寡答案嘛吼，为虾米想要修这门课因为要写诗嘛，所以我讲想要感动啦，参像谈恋爱每一个
谈恋爱人拢是诗人啊。啊，谈恋是无可能，甲若是男男女女嘛，啊对象若是人是物件，就是佫有土地，佫有你的故乡嘛吼。啊，你所有关心的代志，因为你有透过去写作，你会去观察，你人会愈来愈敏感，对你所周围的物件，你会愈来愈敏感，因为你啊透过影像嘛，透过影像你爱家拆做文字嘛，所以你会愈来愈敏感，啊，你会去调工去找一寡意思。啊，尤其是讲无伊，咱即马是要甲捡的，所以讲你会调讲，像我会调讲去捡一寡我平时啊无啥咧用的意思来甲做伙，因为遐的语言较少咧用，啊，缩短条的意思。你若透加即个元素去甲捡转来了，你写出来物件其实是甲别人无共款的。你若有机会去读我一寡，尤其是着种的诗，我是感觉讲，我拢会照即个一寡小步数啦，吼。啊，你想要学着啥？啊，以我来讲，我一开始就是因为甲一寡台语前辈同款，就是常常感觉即个物件放弃啊，即个语言放弃啊。感觉讲我的生活，我的人，到时向面减一个物件互偷摕去安尼，我就做想要捡转来，互林万土地。啊，其实我无确定讲恁较少年嘛，我无确定讲恁有一款的意识啊伫啊啦。啊个比如讲成大的社团，我上认捌较清楚，就是恁成大有一个灵二社嘛吼。啊，其实有几当前我嘛有，恁有办一寡活动，其实我拢去啊。啊，我去，我有一寡，尤其是恁迄个啥物，南宁广场嘛吼，恁个尾啊无互认同嘛。啊，其实当阵我嘛有去，啊，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开始，真好的社团啊。为虾米来讲？因为恁的生活通常拢是两个所在尔，一个是恁的家庭嘛，就是恁甲老爸老母，啊，一个是就是学校嘛。啊，你话像你若要你的人生的迄落，你接触的元素其实是有限的，就干那遮。啊，其实你要写遮两项，其实嘛是有足够啊。啊，个你若讲你若要行较，搁较对你的生活搁较探出去的话，你着爱去认捌一寡社会议题，吼啊！你也看我画像，其实拢是，尤其是写着文学奖的时阵，其实我拢写社会议题较济啦，写社会议题较济。啊，所以讲，你着爱去认捌你的土地，啊，即摆社会议题是啥物款？甲你若是爱认捌尔，爱讲。甲你到底有啥物对你的未来有啥物影响嘛？啊，你要写诗，绝对要有一个感动啊！哦，啊，有的人讲诗文学家其实是爱有一寡思考性的陪伴，有一寡思考陪伴。有当你应该迄个，你把人讲的太阳花运动。我毋知恁敢有参与着无？啊，想要其实我毋是学生啊，我嘛去。有一暝，就是我感觉我有时看挡毋掉啊，我着驶车去啊，行路，因为迄阵拢围起来啊，我着驶车去到一个所在啊，着用行路行去梨花园。啊，我无入去梨花园内底啦，我是徛伫外口，伫遐久尾3工啊。我是讲，迄阵子我会足像足有感动，啊，就嘛有写一寡诗落来。我感觉讲，就是讲，你生活毋若是工课甲课业尔，啊，你会晓去为你的生活去探出，你还有法度去感受啦。你若要写作的话，啊，当然你目前你有课业的压力的话，当然啊，啊，这是我个人一寡答案。
这图咧是涂鸦图吼，啊，因看就是讲一个涂鸦，一个因涂鸦就是一种语言啊，上大就是中文啦。但是啊，我无确定是这只有2007年的资料，因为厉害吼，啊，英语伫倒位？英国5.4%吼，啊，法语1.1啦，迄个台语伫倒位？敢看？应该是无啦，台语伊才是闽南语啦，0.71啦。啊，即咱台语甲闽南语算有即个争差啦啊，所以你来讲，咱的市场其实是有限的，有限的。有限来讲啊，有限来我是讲，迄就是设计家己啊。啊，来讲的话，愈来愈侪人讲，台语会，即摆台语的状况是愈来愈少人来讲。啊，不过你若去甲看，尤其是咱这2-3档政党轮替了后，你会发觉讲，民进党的对无意啊，咱讲无意吼，无意会发展伊较低啊，所以来看国家医疗发展法嘛讲过啊，电视台嘛有啊，啊当然嘛有可能讲过几咯，因政党轮替翻盘啊，就啥物拢无啊，嘛有可能。你家想啊，照我的看是讲，接下来5冬来啦，5冬来，语言发展，尤其是台语，其实是愈来愈好，所以讲，而且是足鼓舞台湾迄学生，你会通思考讲，你会当做啥物吼？啊，市场少细，其实毋是问题，其实是。啊，我会伫遐去调工讲一寡，因为你若过去迄个前辈啊，伊拢会甲你讲啥物台语过去足悲情的历史啊，吼安那封禁啊，安那封打压，吼啊，我迄拢是足感动，足使人感动的物件啊。我嘛是因为安尼啊开始就是安尼开始写台语，我嘛是受着即个感动一下。啊，过我是讲未来尤其因为我无确定讲即摆学生啊，即摆少年辈，你会当着过去安尼，就是因为伊的悲情啊，互感动。啊，我讲所以我希望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希望安尼能提供较侪学生要来写，你会接触台语写台语，嘿，啊，等下来讲，讲我个人的看法，较无共款的所在。啊，像头讲的，啊，我从这了后，你会当继续去写吼，继续去写。忙啊，这篇了，头个是到伫迄个广播上，这是歌会，所以吼，这是老师，你的任务，所以讲啊，你的任务无刷叮当，阮看到的是耳壳啊，这个，你敢有搁刷下一面啊？我另外安尼哦，啊，恁大家看到我刷后边安尼。这令你看到啥？伊看的就是Mandarin 甲闽南这边。所以还未看到下一张吼。我已经讲另外一啊。安尼吼，我看老师遐敢若较慢一丝啦，可能你的网络咧走较慢。好，安尼无要紧，老师你讲，阮等下就会看到啊，吼。嘿，好，多谢。我敢换另外一张啊？啊未呢？啊有啊，投资啊。嘿，啊，
这是我投迄个教育公报社吼，这是有稿费的，所以讲嘛鼓舞大家去投稿吼。啊，你要不管你要写诗还是写散文拢会使。啊，我投的是本来是要准备讲一个物件啦，啊，就是投我嘛有讲着啊，就是讲做一个母语作家是人生上好的投资啦。因为这个同学大部分拢是台文系嘛吼，所以我会希望讲你去观察华语作家，你莫互，就是因为你虽然是台语系嘛，啊过你爱为，你爱去看你身躯的身躯附近你的资源是啥？啊，目前上现实的是华语资源是上济，我讲的资源是册啊。你看到的拢是足侪华语册，啊，你其实通去理解讲，因到底是安怎，因即个体制是安怎过因的，安怎过活啦，吼，这足现实的方面啊。因敢每一个华语作家，敢是拢靠这咧食穿的？其实无啦，吼，其实无。啊，当然啦，你若以台语作家来讲的话，迄我感觉是愈无可能啊！啊，你若去看其他的，就是编书师啊，有咧足侪咧，拢有足规律咧出册写作的台语作家，你甲观察啊，伊基本上有，我甲分做两位啊，就是做老师啦，啊一个就是医生啦。啊，为虾米？因为因的生活较，我感觉就是个因较无金钱的欠缺啦，吼，讲啊歹听是安尼，讲啊歹听，啊这嘛是现实。啊个，毋是要甲你拍即水讲看无讲，因为安尼因你较有法度做即件代志，毋是。咱爱甲代志反过来想，你爱想出你有另外一条路，你通去同齐去做，像我咧同齐做。我去学，我是工程师啊，我袂想下暗休困，我是开始咧写作。啊，为虾米你也去运用你的时间？吼，运用你的时间，你较有法度去做。啊，因遐写的人嘛，无可能讲一开始就写出足好，无可能，你一定要有时间去调工、去训练、去磨练，较有法度的。吼，啊，透过书写明白家己。啊，增加思考分析的才调，这就拄则我头讲的，你爱先为你的人脉家己去探，吼。啊，你若探了后，你就有法度搁去知影搁较侪代志，搁较侪代志。啊，投稿吼，我感觉就是像迄教育公报社，网报，网报。因这拢有发稿费啊！啊，你若想要，我大概收着稿啊，伊是纸本的，啊，纸本的其实对你家己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成就啦。我收着，我其实拢足欢喜。你家己写的字，家己印出来，而且毋是你家己去印的，是别人甲你印出册。所以我讲，这是对我来讲。这是足好诶，迄毋若是金钱尔，迄是一个足好诶记录啦。嘿，啊，咱嘛有讲，你出一本册会当缀你，就是差不多会当趁50万啦。讲现实诶话安尼甲算，啊，其实伊若种印刷甲出册诶成本，其实平均来讲嘛是安尼。所以讲足鼓舞恁去写作。做鼓舞去恁去写作，去写作的过程其实是好处诚侪。啊，你可能你目前你看袂到啦，你目前看袂到。啊，搁你若嘛看袂到，因为你嘛可能少年嘛。啊，亲像我，其实我目前我嘛还袂出过册。啊，搁我今年有一个计划投稿，啊，我感觉应该会过啦，所以明年就会出啦。啊，我要讲的是讲，迄是一个过程啦，一个过程。啊，对我来讲，我嘛一个过程，我就是有一个计划性的计划，讲我为即摆开始写，啊，未来我有一个梦想伫安那写到啥物程度吼。
嘿啊，尾来会出册，还是安那啊？我希望我人看到我的一寡个人的成就啦，会当传互后代，吼啊，甚至讲你网络写了，你放伫部落格嘛，你可能部落格甲也是有人讲用声音啊，用 podcast 甲 YouTube， 其实对我来讲，迄是永远，就算你这人过往啊，你的物件阁是老咧，嘿，啊，即个时间的复利的效应是足长的，所以讲这是足好的投资啊。嘿，啊，上重要是你对你个人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成就啦，有一个成绩啦，吼，有一个成绩。所以讲，我感觉真正非常鼓舞大家真正去做去写，吼，去做去写。啊，写甲读甲记录，吼，记录甲我拄则有小可讲着啊。即摆画面有搁换后一页吗？有写作阅读记录即个。嘿，对啊，嘿啊，咱讲写作啦，写作其实你可能一开始写，尾啊，你会可能讲写到毋知要写啥，哦，像我都有即个困扰，啊，有即个困扰，其实大部分啊，是你毋知影，是你的头壳内阅读的量啊，伤过少啊，阅读的量伤过少啊，所以写甲读其实是两兄弟啊，两兄弟，你爱去读，啊，我靠我都写，啊，敢一定爱迄落读文学的物件？其实你爱去思考讲，敢一定爱读啊？啊，即个讲，其实咱像我即摆目前其实有往一个朋友，反正恁大概捌听过一个医生，吼，一个有名的医生，啊，即摆伊退休啊，啊叫杨树邦啊，杨思邦医生啊，吼，杨树邦医生，我一个好朋友，嘛是拢有咧推广阅读，吼，啊，反正恁同学拢有咧去甲做伊个分析，吼。啊，我的看法是讲，甲伊差不多很足接近啦。你真正爱去，敢一定爱读文学的物件。当然，你若要写作文学的作品，当然你得爱去读文学的作品。啊，问题是讲，我是希望讲你写作的其实，你想要，因为咱通常你应该是讲华语作家的作品啊，文学作品占市场，你甲敢有50%？应该是无啦，含5%，我感觉就拢无啊。以华语来看，就拢安尼啊哦。所以你要阅读的物件，是毋是一定要读文学？我感觉这毋是重点啊，毋是重点。我即摆要讲的是讲足实际的做法啦，嘿，毋通讲去说白讲哦。对，虽然这个课程是讲台语诗啦，啊，台语诗就是基本上伊就是文学的语言嘛。咱也莫跳到遐远啊。我是听讲，咱先为家己本身为非文学慢慢拖到一个程度时阵，才跨过到文学的课啊，才有可能。你无可能，你若假使讲你无基础啊。你无基础，你无可能一骹就画到讲哦，我要讲诗的语言、文学的语言，我是感觉是无可能啦吼。除非你是天才，啊，我个人认为我是无啦，嘿，啊，所以讲大量的阅读，不管你阅读啥，你着爱，你着有法度，你头壳内你一定爱先，就参照你要讲到投资嘛，你想要好业啦，好啊。你想要做好业，啊，你一定爱欠钱啊，欠啊！啊，伫写作的状况，就是讲你爱去累积你家己头壳内的思维嘛好嘛，因为你尤其是咱母语知识，母语的思维较少嘛，所以你一定爱甲迄一寡思维捡倒来。对我来讲，我就是一寡思维捡倒来，甚至去甲你。做一寡家己的书店啊，家己使用的书店，文学的家己，比如讲你写作的时阵，
你什么事，你可能会去找台语的网站去讲即个华语事的台语怎样讲，你有可能安尼做。啊个其实我是鼓舞讲，你即个过程哦，莫讨债啊，你家己做一个家己的书店资料库，你家迄个某你定定用袂晓用的事，家己记录起来，嘿，家己记录起来。啊，这是你对你的生活，还是讲对你的写作的过程，你是足重要。你啊，比如讲你要学一项功夫嘛，你要学一项功夫，你 ABC 拢会啊，你无可能去练 ABC 啊，你着爱去练你袂上弱的所在，你较有法度成长嘛。所以讲，你若要找你要写作时阵，你找一个意思，你袂晓讲，你着甲记录起来，吼，啊记录起来，你着定定去来用，你较会晓，你接应较会，你接讲较会顺啊，吼，接讲较会顺。所以讲，你爱去画图，啊去做记录，啊做记录的话，我感觉爱加讲的是讲，这人讲的，谁要做记录啊？比如讲，记录有分足侪种啊。比如讲，你若有去走马拉松，哦，我去空啊远的，你去走，你想要互体格减肥啊，体格互家己迄落体重减落来，还是讲你有啥物想要进步，所以走马拉松走较紧的，你一定要有人讲的科学记录嘛，你有去追踪，你较有法度去进步嘛，你知影你目前的即摆是参数是安尼。啊，你想要更较悬的嘛？所以你有记录，你就有法度讲看到你的成长，你去修改，吼，啊，慢慢啊成长。啊，这甲写作其实是共款的道理的。我感觉这写作是共款的道理。你啊，咱讲的一句话叫做，就是讲一项道理啦，一项理，万项铁，就是讲一项道理。你若了解了后，其实万项的代志，其实拢讲会通啦。啊，这叫做一理通万理铁啊，一理通对，一理通嘿，一理通啊，万理铁啊。啊，我感觉这是足重要，是讲你，因为你要写作啊，主要是你爱去写嘛。啊，你毋捌，假使讲你若毋捌去动笔，还是讲你毋捌去伫起步安尼拍的，啊，做拍算的，因为你有迄个记录，你才有法度迄个感想，你会去观察讲，我即摆咧想啥，哦，我看到啥物，我有感受到啥物，啊，你较有法度，比如讲，佮进一步来讲，恁去网络算，不管是迪卡，还是讲 PPT， 还是讲 Facebook， 你画啥拢会拍你嘛？迄就是你有开始发想啊，我有一个感想伫啊，啊，其实迄拢是某种程度是你的记录，啊，我是讲莫讨债。你的记录吼，你爱互以后10档后，还是几档后，你会通去看你家己的成长，吼我佮举一个佮较甲台语相关的例，我有一个老师叫做杨文炎老师，即马是应该伫台中教育大学做嘛是咧教台语，伊有一届咧讲啊，伊讲伊自大学的时阵啊。伊就用白话字写笔记，无论啥物科哦，无论啥物科，啊，伊是学资讯的，吼，伊是学资讯的computer programming 的，啊，伊是不管啥物科目，伊是拢用白话字来做笔记哦。啊，有一届老师上课足紧嘛，啊，伊就同学袂赴抄啊，啊，就甲问讲，你的笔记敢会当借我？抄啊，啊伊就好啊，我互你抄啊，啊伊当我看一看，啊看无啊，啊伊嘛是无法度抄嘛，啊我想要讲的是讲，你爱去就拄则讲，咱的学习你来应用啊，伊有啥物好处会当用伫你的生活所在，啊你生活日记像我过进前甲我看的，我生活日记就是用罗马字汉字去写，第一种伊紧啦，有迄个工具性伫啊啦，吼，有工具性伫啊，啊，你会感觉讲，你去看着去，就感谢讲你
不时咧观察家己，观察你四科位仔物件，这是做一个作家做基本功啦，基本功吼。你有法度理解遮个物件，遮个过程，你较有法度讲接下来讲，你要想要写较文学个物件吼。所以讲，我感觉记录，我非常鼓舞恁去做即件代志。吼，这非常鼓舞恁去做即件代志。这无论你想要记录啥，改变啥物，吼，你要做一寡改变，比如讲你的歹关系，这嘛好记录，吼。啊，你这记录，你得套用过你学过的工具，比如讲你学白话字，吼去做。啊，我感觉讲安尼，你的学习甲你的生活是较是夹做伙啦，夹做伙。嘿，这有一寡，我捌甲一寡台语作家朋友友谊讨论过一寡即种，我感觉较实际性的做法。啊，其实我无啥感觉讲用即种想法哦，这我感觉是较奇怪。啊，若亲像我去看，我对一寡华语作家的理解啊，因是安怎有就是较专业的华语作家啦，我知影的，因是随时哦，身躯随时拢有一本簿仔伫啊，拢咧写伊的感想啊，还是讲一寡记录，比如讲伊去倒旅行嘛。因为连旅行的笔记啦，还是讲阅读的笔记，伊拢嘛是拢随时拢咧做记录的。啊，即种物件，即种工课，即种基本功啊，即种基本功是你平常时你得会当做的，而且袂开你足侪时间。可能你一开始做的时阵，会足碍热，足无关系。啊过这个工课啊，我感觉是足。你爱下功夫的啦，你毋是讲你想要写诗啊，你就讲学一下就坐伫电脑头前开始想，有可能你写会出来啦，啊嘛有可能你写咧袂歹啊。我是感觉讲这你袂久长啊，你就讲写作毋是讲一工掠去啊，你拍网啊搁歇困几啊个月，啊甚至半冬一冬拢无咧去写，我是感觉讲这拢对我来讲。拢较拍算啦，嘿。啊，这活动吼，啊，就想要甲大家讲，有推荐一寡迄落活动的读本啊。啊，达明兄的册吼，我是感觉足非常推荐，内底台语无话讲啊，前卫出版社。影印的，这毋是要叫恁要去买啦。啊，伫网络我相信应该是有发着伊的 CD 啊，应该是有。我想讲你去听看觅啊。啊，对我来讲，我听的话啊，因为因的故事会真扎啊，真紧，拢甲我细汉无差介远啦。哦，可能伊的时代可能比我搁较久，啊个我是拢听了，拢是拢足感动的啊！我其实无啥确定讲即种的文学的作品，因为伊有伊个某种程度的时代性啊。其实我无啥确定讲是毋是会当打动恁即马少年人。其实我犹豫啦，这毋是要批评哦，这是要互大家去思考。因为我拄则讲的，台语的市场其实是。较细，相对上较细，啊过目前的趋势啊是愈来愈好的，所以讲要讲啥，互大家去思考讲，因为这市场是有法度去分化的。恁以后恁若想讲要做写作，恁会当为别个方面去甲写。我只要讲的重点是这你为啥并反转来思考？因为这个台语的文学目前这个部分，比如讲这个部分较欠缺，
欠缺，你就有法度，这就是你的机会所在，吼、尤其你是台湾的学生啊，相对上甲其他的人，你有搁较侪机会去接触这个方面，所以我要甲恁讲说，你去看目前台语作家的作品内底无的，因啥物无的，因无写啥物，因欠缺的啥物，啊，你会当为迄个所在去下手，迄是恁的机会，因为遐个可能就是比别人佫愈可能想要知影，吼，我佫举上含的例好啊。华语的作品啊，华语的迄落出册的量啊，其实上侪大部分拢是管理的方面甲理财啊。啊，我想无是讲，敢台语作品敢一定爱文学的，敢会当讲写寡非文学的作品，非文学的敢会使。反正足侪人想要看啊，吼啊，这是我感觉讲。你这是机会啦，啊另外另外一本阅读的读本，伊就较阔啊，伊就包括文学、吼语言啊甲生活，伊有针对生活去甲讲。啊，我感觉这我上鼓舞是讲大家去看《网报》啊，伊是月刊一个月一期，啊薄薄啊尔。我是非常推荐恁去上看卖讲，你要写作。我感觉是为非文学开始，非文学开始，你写了，你感觉某一个程度，你会主动去跨过跨过进入到迄个文学的所在啦。我是感觉讲，安尼。啊来，这是一个 YouTuber 吼，毋是，啊一个我捌甲伊做伙去领奖，安尼大概听看伊伫 YouTube 讲啥吼？台语这神经学检查，讲实在，进入病院已经真合得会当拄着完全听无华语啊。袂晓讲台语，其实嘛无啥要紧，不过伊着心性的因的关系。咱若是加减仔用台语甲爸阿母嘛换烂者，爸阿母嘛心肝若欢喜，感冒头疼就好哩哩，即个即嘛镜头嘛好有哩，一般你着袂出代志。吼，安尼有听着啦吼？有。嘿，我要讲的是讲，我一直头我讲的是讲，咱拢一直嫌台语市场啦，啊，佫有讲台语市场上矮啦。啊，我的看法是讲，其实迄就是价值的所在，因为有足大机会去甲分化。啊，非文学甲文学，敢伊爱为非文学去下手，为生活下手，你以后较有法度甲遮生活的物件。变做文学的，较语言的，变做语言文学语言啦，较悬的层次啦。啊，这是因为咱伫即个科技的时代，其实足侪平台，你会当去做的，毋若是讲用手写哦，你拍影片，哦，啊，这医学生，这是医学生，这是一个医学生的，这是一个医学生的人吼，啊，你看，你用台语去拍讲伊的专业，吼，啊，这像咱拄则讲的网报，伊每一单嘛有底片去评选吼，意思是啥？是讲，你若是咱即个市场其实慢慢啊拍开的，啊，你有法度去做一寡甲跨平台的代志，甲伊跨过。啊，无需要讲一定爱用刀割，当然刀割是我感觉是我嘛是足鼓舞啊。讲其实佫有足侪的平台，你会当去应用的所在。嘿，啊，接下来即个人，敢知是啥物人？知影。做引导吼。会。对，蔡培慧。啊，蔡培慧。你大部分我感觉一定要去林捌啦。
吼，啊伊足侪其他事迹啊，伊有捌选过立委啊，啊尾啊当然上重要是伊推动白话语运动啊，为日本时代开始。到国民党时代，伊咧推崇白话字，一开始用罗马字去要推崇罗马字嘛，日本人毋肯，尾啊伊去发明用卡那去讲台语文嘛，嘿，尾啊国民党无啊，伊甲伊改做泡泡沫沫讲台语，伊就想要推崇台语，台语就对啊，吼，其实这历史我就无想要讲啊，无伫遮讲吼。上重要是我要讲的是，伊用白话字去做日记，吼。这即马伊的日记即马是放伫台湾文化馆，吼，一个为一个收藏家甲买转来。要讲的是讲，就是还是转来我一开始的主题是讲。记录啦，你爱去记录，嘿为你的生活开始，你的生活可能毋是，甲文学可能无关系，个问题是你若要行到文学，你要甲跨过，你就是爱去，你这基本功爱会晓，因为你这是一个，阮讲的一个起卡啦，别人无，恁可能别个系你可能袂晓，别个系敢。捌罗马字，我无。其实，当然我嘛希望大家拢会晓。个我相信大部分相对上拢较看有啦，相对上啦吼。这是恁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因为你甲人无共款，你爱去甲人讲的做假话嘛，你去甲放大，你爱放大你即个工具的效益啊，无你就拍算啊，无你就甲别人甲别个科系学生就无共。拢共款啊，甚至较差。所以讲，你爱晓啥物物件，你爱知影，你爱法度去应用，去应用。嘿，拄则嘛讲啊，讲写诗啦，写诗写散文，要写诗进前，咱来先记录啦，先写散文啦，目前。华语出版就有拄则嘛讲着，差不多较啉5%。意思是讲，因大部分的册拢是甲非文学有关的，这是现实。就算是华语嘛是共款。意思是讲，因的迄方面的读者是有限的啊，有限的。文学毋是逐个人拢咧讲文学啊。文学这是我感觉，因为咱若是讲咱这个课是讲台语诗文着，个我有，互恁知影讲，恁有啥物想要上这个课，恁爱去思考。另外一个是讲，恁上这个课了想要得到啥？所以我还会想讲，我要讲较其他甲人无共款的所在，嘿，话上可能会甲恁。进前的愿望可能无啥共款，遮我嘛爱小可提一下。我搁记一个咧，就是讲你去看文学的评论嘛，文学的评论，其实你来看伊的内容啊，伊的笔法啊，伊的写的手法啊，其实伊本身伊写手法其实就是毋是文学的，伊就是一般的评论啊，伊的手法啦，我讲的手法，伊是甲文学无关系。个伊讨论的文本啊，是甲文学的有关系。所以你去看遮文学评论的时阵，你就爱知影讲，到底是啥物是文学的语言，到底啥物毋是。这就是一个思考的批判性的思考的所在啊。伊讲伊遮的文学的语言倒位较水气，倒位无水气，伊的结构是安怎？伊安那分析啊，迄甲你写作嘛是足直接的关系。比如讲，我去参加文学奖嘛，比如讲我定参加文学奖话，基本上拢是落选的较济啦。落选的较济，你着爱去看迄个看评审，
因的看法是安怎啊？安怎写较会着奖？这是做现实的方面啦。你无一定爱去合评审的口味，无毋对。啊个话时阵，我等下讲着我有一寡得奖的过程吼。等这先暗哈。啊，你有一个，以我的看法就是讲，我去参选啊，我就是想要得奖啊。吼，我是想要摕奖金嘛。以投资来讲啦，吼，我时间开了啊。嘿，我即摆话上就要牵拖，我一开始讲的第4个重点就是讲投资啊。我开时间开了呀，我就是要甲得奖。我知影讲评审到底是要创啥，想要写啥，想要得到啥。这是体制内，这是体制内物件，你无法度改变的。当然，咱嘛有体制外的思考啦。尾啊，我会拄则等下讲，我会明仔甲伊夹做伙。当然，你著爱去理解讲评审想要知影啥，你著爱去修改你原底的思维，你嘛知影讲你的写作倒位有欠点，所以我会想你爱去看评审，你若要针对文学的部分的话，你爱针对评审的看法去做，你是讲着文学的所在啦。非文学的话，就是讲因为这目前咱平常时讲的，就毋是非文学的语言。我即摆讲嘛，毋是非文学的，毋是文学的语言啊。这是现实啊，只是讲你要写作，你要有一个思考逻辑啊。思考逻辑讲，你要有啥物结构，安怎讲说服人，说服人。这嘛是未来工课上足重要的一个 soft skill。所以讲，你要写作的话，你爱先记录思考讲咱的讲话还是写作安怎结构，当然，有人讲，你安尼讲可能你若呾想通，较去写吼，其实足艰苦。其实迄种是一开始尔啦。你若有即个惯势，有一个迄个思考逻辑的系统啊，你就有法度写较顺啊。若一开始无的话，毋知要写啥，你就基本上要写啥，就读啥，读迄方面的册。写啥物，你就一开始就莫限制家己伤济啊！你就一开始就是写，写了后，佮转来讲，你安怎修改，安怎修改较好。这嘛咱用着你伫文学奖比赛，共款你就是一开始，你无可能一开始就想第一句就写足好啊。像一寡小说家，我知影小说家。其实因嘛是为因的小说啦，其实拢是为家己，拢是人讲的虚甲实啊，虚实啊，就是讲虚实啊，虚的部分甲实的部分，其实是拢揽做伙的。实的部分可能甲家己生活拢是家己生活的正常的就是生活的实际上发生的代志。虚的部分就是伊家己想象伊拢是甲因夹做伙了后，较有法度写较长的物件所以讲其实莫要写啥就写啥，写啥尾想着啥就去写啥，就去慢慢去夹做伙安尼，你若要写作的话，记录啦。讲到即个母语、甲华语、甲翻译等下我啉一下。阮拄则就讲足侪母语甲华语的一寡，我感觉有一寡我观察到一个差别啦。有另外一个要讲翻译的所在。咱写吼，你得去读，读的时阵，大部分
恁可能会去读华语的册，啊，这是现实，因为安怎？因为伊的量较济啊，伊的文本的咱讲的文本的范围啦，就是非学甲非文学的拢较济。啊，读吼，毋是讲我会建议讲你用一寡无共款的方法去读，用提问式的提问式问家己的方法去读，啊，你会才会学着啦，学着物件。比如讲，你读一本册，读一本华语册，你是毋是会当用台语的方式去甲讲出来？这就是一个训练啊，尤其是恁台语的同学，我非常推荐你用这种方式去读恁所有的册，不管是英语还是安怎英语科系，因为你用你的你用母语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讲出来，你会你较知影讲你到底真正有踏入去无，真正有学着无？嘿，我是感觉讲这是较特殊的吼，以我的做法是拢安尼啦吼。不管是我读非文学的文本，还是文学的文本，我拢是安尼做的。啊，当然啦，你若会当去读一寡用母语写的文本，也是真好，嘿，真好。啊，我感觉这是基本啦，所以讲我无调工去讲。我要讲的是讲，因为你若要写作，会来大量的去阅读嘛。啊，大量阅读的话时阵，你就一定无限制伫母语的心上，所以你去读的时阵，你要用翻译的迄个心态去甲看，啊，这对你的语言的发展，佮甲你对即个语言的明白，你安怎甲使用吼，你会较厉害，较到达啦。你用你的，就是要用一寡艺术的话，你会用较到达。啊，这用伫写作啊，还是讲你要以后，你会讲安怎讲较水气，安怎写较水气，啊，迄当阵你就法度去发展咱讲的迄个诗的语言啊，嘿，这是我个人讲，刚讲这也甲恁讲阅读的迄个较会起卡啦吼，啊，阅读嘛是成本上低的投资啊，因为像在我一开始嘛毋是讲常常咧买册，啊，我拢是去图书馆去借，一个月借30几本册，应该不止啊，哈，30本册啊，就足紧甲看了，足紧甲看了。啊，恁伫学校，我相信图书馆的资源是真济的，所以基本上做去阅读啊，用翻译的心态去甲看。啊，这拢是对你来讲，你免去上什么课啊，你就是阅读的时间，阅读是你成本上低的，你开的就当时间尔啦，吼。啊，接下来咱来讲一寡开始进入一寡诗啦，吼。恁敢是真有感动的人吼？真有感动的人。我个人啊，我先问一个问题好啊，反正小互我小传一下，我先问一个问题好啊。恁最近敢有咧听台语歌？嘿。有。最近有咧听台语歌嘛吼？啊，敢有人会当分享倒一首，还是倒一个歌唱笑的？亲像灭火器因倒数提供迄种的，还是就是因歌我拢会听。哦，啊，伊最近昨暝较对吧？23号较伫 YouTube 伊甲馆长拍一支影片，你敢知？嘿，我知影，然后就有足侪人骂伊。我昨暝听的啦，我昨暝2点我听的啦。啊，嘿，敢有同学要分享的？
若是头拄则讲的灭火器的话，我较介意1945这首，哦，1945，就是袂歹。高雄大空袭的迄个历史，我感觉就是伊毕竟因嘛毋是迄个年代人，啊，毋过因会使用因的文字，甲迄个年代的迄款感觉拢写出来。真就是我第一遍听的时阵，我真正是一边听一边哭，就是迄种感觉。安尼你有诗人的，你有诗人的迄个素质伫啊。啊，对啥？你台语讲得袂歹。阮兜细开口汉时拢讲台语。你开口诚好。对啥？啊，佫有敢有人，一个甲有查甫同学分享一个，拢小姐咧讲的。我最近较爱听迄个闪灵甲过目过食子的关别太远这首歌，伊是伫迄个大场顶表演时阵的一较定歌曲。哦，好，吼安尼嘛袂歹吼。啊，好，好，我佫继续落去吼。毋是，我跳伤紧啊，等者，我跳转来。我到讲到遮吼，我是感觉讲吼，咱要进入讲台语诗啦。啊，啥物是台语诗吼？好，恁敢捌读过咱讲的唐诗300首？敢有？有。哦，你嘛互考读过就对啊。有介可惜。足济哦，读几首诶，读到吐血。我细汉嘛是安尼吼。啊，基本上即马若要假使要问我讲，到底佫会记倒一首？可能当迄个李白啦，啊，佫啥物啊？苏东坡啦，这尔。啊，佫有敢会感动？啊，我是毋知恁的答案啦。啊，对我来讲吼，我无啥感动啦，啊嘛无袂讲啥物，讲拄则就一个同学讲讲，读了感动到流目屎，我印象中到时嘛无啦。当然考试考无过会流目屎尔。啊，咱佫要讲的是讲吼，一点是讲，我拄则就讲的，爱去为华语遐捡一寡。当然，有一寡前辈对华语足歹听，吼，啊，有一寡情感伫啊，所以足歹听。啊，我是讲有一个想法啦，就是讲有一个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阮一个老师细汉就甲阮讲，你唐诗300，叫阮写物件嘛。你唐诗300首，你讲的啦，唐诗300首啦，你若全部拢背起来，你就法度写啊。即句话其实我毋知无意中我拢记条条啊。伊300首我捌背过，佫拢袂记一个，佫即句话我记条条。你若有法度，意思是啥？就是讲你读到内底爱有物件啊，你较有法度写啦。啊，就是讲着咱头先讲的画图啊，大量的画图啊。咱好啊，恁最近听的台语歌是啥？你若过去，你若听的歌曲啊。台语歌基本上，迄就是变相的画图的一部分，因为你听未来啊，迄就是你创作的来源啊。啊，这基本上足少人无去讲着的，讲其实你去接受你的生活上，其实足济有足济互你灵感的所在，其实是咱要写创作的人，你毋捌去好好啊去观察过。像阮一个，我高中是读台南理中啦。迄阵阵，阮同学其实足厉害，伊袂晓谱曲无，袂晓谱曲，啊伊就家己学白笑，啊伊毋甲啥学白笑，因为伊下课伊就咧听歌，一直听，啊尾来讲，啊无即歌我嘛会当写啦，伊就家己写。
啊，就无啥物，就凊彩写，就是一张 A4 的纸安尼开始写，甲你笑，甲你笑。啊，当然一定会修改啦。啊，因为伊对即个项，对即项物件伊有兴趣啊，伊有感动着，所以伊较愿意去主动去写出来。所以拄则就讲，恁敢是真够感动的人。你爱观察你甲，着个呼应着你，咱一开始讲的，你要写作个人，你对你的本身啊，你爱有认捌家己啊，认捌你身躯边仔的物件，啊，你接受的资讯哦，你听歌，其实某种程度你是咧接受一寡，莫讲知识吧，就是一寡感动啦，嘿，所以讲要写诗，上简单诶去听歌，嘿，嘿，啊，拄则头讲诶灭火器吼，其实我嘛有听啦，啊，无讲。可能无听规个专辑啦，啊，个是我感觉袂歹，嘿袂歹。啊，歌诗诗歌基本上伊就是诗的一部分啦，伊是甲音乐甲做伙，伊透过音乐，佮互伊的歌词，佮有较大的发挥啦。啊，无一定讲，因为商业啊，你做歌人有商业性嘛，基本上伊就是佮牵涉啊，我拄则讲的第四点就是投资啊。啊，其实恁嘛免想到遐远啦。啊，一开始就讲，我是足单纯的，我互家己听歌，互家己较快乐的，快乐的，啊，迄快乐迄就是金钱买袂着的嘛，所以话上毋通去束缚我拄则讲的啥物投资，其实是某种程度，就是要互家己，要甲恁讲的种足侪代志是甲生活上夹做伙的，嘿，夹做伙的。啊，你敢知即个啥物人？林中，陈文忠吼，啊，因为因兜讲的拢较少年的啦，啊，我拢希望讲，也毋是讲希望啦，只讲你通去听看卖影啦。嘿啊，陈文忠是人讲的讲的民谣大师啦，吼，啊，我足介意听伊的歌，我足介意听伊的歌，啊，我大概听了，伊的歌词足简单，啊，搁伊的声音啊。互人是感觉讲，拢是伊人讲的诗的语言，也毋爱讲诗的语言的讲的话啊，伊是较意象的，较意象的。嘿，你爱去你听歌时阵，你爱完全浸落去即个伊的空间内底，你听迄个空间，想象的空间内底，你较有法度去感受去。嘿，啊，即个500嘛，500啊，啊。阮高中的时阵，我是义大社的社长啊。啊，阮有逐当拢办演唱会，我有逐当拢办演唱会，啊，差不多2/3，应该超过1/3拢是表演伊的歌啦。啊，伊的歌有几首，我感觉嘛算做有文学的。啊，伊较 rock 啦。啊，上名对我来讲，我上印象上中的就是伊的一个专辑就是《手机狗叫》。啊，顶下去听看卖啊，因为我是小解讲，我捌听过诶台语歌，吼，啊，互恁甲即个课夹做伙讲，伊甲台语歌诗歌即个部分，恁无一定讲爱去读啥物文本，基本上你伫网络诶资源其实是足济啊，啊，这是你会当去透过讲伊是安怎写诶，啊，如果你若想讲你若有更较才情诶，你若更较才情诶，你通单语搭，你或者你想办法去创作，嘿，去甲创作夹做伙。啊，即个人林强啊，吼，你个林。我昨个有听伊的向前行。哦，真诶哦，安尼。我就介林强。哦，伊吼，伊甲时代吼，咱对袂着啦。伊诶想法，伊音乐界对袂着啦。伊诶想法太前卫诶啊。哦，啊无你去看伊个 NTV 啊，向前行伫迄个年代，伫台北市咧跳迄种舞啊，啊，留迄种迄落土炭挂迄落头毛啊，会互笑啦，人讲即笑诶啊。
啊，我是感觉讲会当去听伊的歌啦，尤其有一个，伊尾后出一块专辑，其实无大卖，叫做我印象中到啥是爱情研究院款，啊伊内底，伊毋是伊的歌词无甲文学，我感觉较，伊主要是伊的音乐啦，啊伊的歌词我是感觉拢较应该是较符合少年人的迄种想法啦。嘿，啊，我感觉讲这是嘛是一个种表达，歌词无一定讲爱你啊非常足文学的，其实是为上你人法度拍动人迄个行入你人的心肝内，我感觉这是较重要的吼。无需要家己一开始就限制遐悬，讲我一定要非常足悬的文学的迄个语言的呈现啦，无需要。嘿，啊，即个咧。小黄旗，嘿，小黄旗，这可能即几档较出名啦。啊，伊其实伊是拢有咧写华语甲台语啦，吼。啊，即个阮台南人啊，安平人，吼，是谢明佑。谢明佑。哦，嘿。哎，伊最近有一首足有名的歌呢，你敢捌？路对。啊，迄首我就感觉非常非常之赞啊！吼，啊，尤其佮甲咱的迄个啥物啊，佮甲咱的迄个目前的 COVID-19 迄个中国肺炎合作伙嘛，吼，啊，我感觉讲其实迄个甲目前的局势是合作伙，你的歌曲反映你目前的困境，吼，我这感觉这是歌词上大的迄个呈现啊。足大的呈现，你就参像讲，你想要为虾米想要写诗？吼，当然，你有虾米想要写即个课？上即个课，啊，你上即个课得到啥？写诗嘛，啊，写诗为虾米想要写诗？啊，要投放感情啊，还是讲你有话要讲啊？有话要讲，嘿，有话要讲，还是讲。你会当去帮助目前帮助大部分的人会甲因的，你毋若是家己的心情讲出来尔，你会当替别人讲出伊的感情，还是讲伊的困境讲出来，你家己透破哦，这歌词就足，毋若讲会文学奖会得奖啦，你的成就你是甲足悬的成，我感觉。这无简单的啊，所以讲，这是对我来讲，写诗啊，你有法度写甲安尼去透破别人的感情，所以足无简单的。嘿，啊，这个人，恁可能较毋捌啦，你可能看到的，拢是咧演戏较济啊，目前啊，吼，但是。蔡振南。嘿，啊，蔡振南吼，拄则是另外一是，毋捌讲过。听你讲的呢？毋是梁田。哦，OK，哦，我听伊的空手帮。对，吼，哦。伊足厉害呢，伊毋是讲伊是伊的吉他是伊家己学的。对啊，伊足厉害，写做歌的。伊伫庙口咧共学的啦。其实伊是听北管的，啊，所以伊的迄个，我记诶毋知倒一首，敢是空手帮，还是迄个倒一首诶迄个心事写人知，伊就是用迄个什物箫啊，我用讲袂出来，迄笔啊，笔出来迄听了迄个规个气势落来啊！啊，伊捌讲过一句话啊，讲写台语歌，讲写台语歌吼，爱安怎写？讲因为台语歌短短嘛。你第一句，你著爱行米，你著爱互人听落了，你就讲哦，这个歌赞啊！伊捌讲过即款话啊。啊，所以你爱看你去收集伊的歌啊，你若去收集伊的歌，你会感觉以我目前来看啦，以我目前来看，我的看法，伊甲谢明佑歌词的文学性啊，我个人感觉啊，
是较悬的，相对上是较悬的。嘿，所以说我非常推荐恁去看，去甲因的歌词啊，去研究一下。我是无确定讲恁台文所是毋是有做即款研究啊？我相信应该有啦，应该有啦。吼，啊，我感觉你会通去听看嘛，我非常介意因两个人的歌，尤其是蔡振南，吼，尤其是蔡振南。啊，这人敢是啥物人？敢知？打狗乱，嘿，打狗算歌团。嘿，啊，你敢知伊过往啊？知影啊。伊旧年到啥9月过往。啊，等一下。敢若咧考试。对吼。啊，我小可头拄则目眶红啦。啊，因为看着伊，就是讲，伊是旧年过往啦吼。啊，旧年过往，你去听伊歌，差不多应该是讲2000毋是讲旧年还是前年。啊，要讲的是讲伊的歌啦，我非常去推荐讲你听伊的歌。啊，伊的歌是甲土地、甲生活，伊甲陈明忠同款。伊的歌，尤其是伊的歌，甲土地非常合做伙的一个歌手。啊，伊其实伊到时嘛是家己，伊普及，伊嘛是拢家己去学的，啊，算是一个天才啦。嘿，啊，伊嘛是伫拄表演时阵，拄心肌梗塞，啊，尾啊过往翘去，伫台仔顶翘去。嘿，啊，我是感觉我大概听伊歌是，半暝听伊歌是会好迄种。啊，所以讲，你若想要对生活上啊较有感动的，我非常推荐你去听伊歌，吼，嘿，非常推荐。我非常拄则推荐是讲，我个人林强免讲啦，啊，遮个歌手陈明忠啦、谢明佑、蔡振南，吼，啊，迄个严英玲，吼，一个我拢足介意的。啊，画上你毋知要写啥，其实听歌会互你一寡灵感嘛，嘿，灵感，我感觉这是嘛一个撇步吼。嘿，啊，你有发觉无？头仔遮个歌手啊，因拢是捌着过金曲奖的歌手。你有感觉啥物共同点？吼，拢是查甫的啦。啊，家己做事，家己做曲，家己笑，拢是写啥物款的方面？吼，你爱讲家己去判断，就亲像我头讲严永宁，伊是拢写较生活的。啊，迄个谢明佑，伊画上会甲时势、甲生活拢合做伙。吼，啊，迄个500就较 rock 嘛，所以画上写一寡情感的啊，迄种方面的。这是要甲你讲，其实你通去判断讲，你要写作的时阵，啊，你要写诗的时阵，你要写啥物款的方面，其实你通去先去，无论你去读文本啊，去读人的诗，还是文学奖的作品也好啊，其实用你通去为你身躯边仔的台语歌接手，吼啊，若准讲是你的话，你会安怎写？嘿，这是做好的问题，嘿。啊，拢是查甫的，啊，所以我非常鼓舞啊，迄个查某朋友会当去，这是恁会当发挥的所在啊，毋是讲迄个因查甫人较后，我感觉毋是啦，感觉毋是，是因为大部分比如讲我身躯边仔的朋友啊，因相对上查某讲愿意讲台语的啊，其实是较少数的，所以讲以即个事业，即个歌唱事业来讲，相对上是较弱势。拢是我感觉拢是因为咱的思维限制伫遐。吼，我是感觉这样提出来讲。那我搁去甲每一届金曲奖的作词者得奖的作词者甲掠落来吼，台语的，这种黄色的拢是台语的啦吼。啊，彭文山甲阿信，5月天的阿信，其实拢会晓写台语，因为因得奖拢是华
华裔啦。啊，点去看讲因得奖的人啊，因到底是拢咧写啥物物件？我是感觉讲，这恁会当去看，会当去看。敢真正拢无查某吼，最得奖的歌手内底，敢有人通写歌词查某的？这我嘛有去小可去看一下。你敢知影这人啥物人？生啊水水啊！啊，伊是周阿文啊，周阿文。曹雅文吗？嘿，对，周阿文。啊，伊嘛是最近有金曲奖得奖啊，伊甲其他的歌手无共的所在是伊到些2-3当前开始咧写曲写词。啊，我有去听啦，我是感觉讲歌词其实拢足到达啦，啊，词的部分我是感觉讲较一般啦，较一般。啊，我感觉这嘛是还好，我讲主要是讲。甲恁讲的一个就是，这有人，你敢有法度去做一个作词者、写诗的人，啊，写诗甲写歌词其实无一定是共款的。啊，我感觉讲这是会当，互恁台湾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啊。我有一个台语诗人吼，叫做郭碧莹啊，吼，啊，伊其实伊今年才出第4本还是第5本诗集，啊，伊是捌伊作唱歌，啊，过伊过去伊写台语诗是为伊做坐家的时开始写，伊坐家差不多10几档，陆陆续续啦，坐家。啊，我要讲的是讲，我要讲的是讲，伊就甲我讲吼，写歌写诗吼，一首吼着奖上悬可能拿10万块啦。啊，佮你写歌词吼，迄是有版权的啊，会通一直授权啊，会通伊拢做想要去写歌词啦，啊，一首就可能100-200万安尼啊。啊，佮我要讲的是讲，这是一个机会啦。啊，你有法度安尼？我毋知影。啊，我是讲，毋通台湾迄其实你有即个，应该有即个比别人较济、较悬的机会。啊，你若讲你有对即个兴趣，其实你会通鼓舞你，会通开始做即项工课。因为你即摆一个少年开始，我感觉这是一个机会，毋是讲绝对啦，毋是讲绝对。我是讲要摕甲即个物件讲出来，讲其实是有机会吼。啊，来听即首歌吼。敢有听着？无声呢？啊？无听着声。即首歌，然后你先听一拍啦吼，时间够够啊。伫网站有啦吼，啊，你通去找。我无拍，叫做有魂无体啦。吼，有魂无体啊！我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无放了啦吼。啊，你敢知这个啥？伊旧年，你个廖淑贤吼，伊旧2年捌着金曲奖歌手啊，吼，金曲奖的歌手。啊，这词是我写的啦，这词是我写的。啊，先讲好，这我无啥物版权啦，我嘛无摕着啥物钱啦吼，我无。啊，即首歌谁人会甲伊合作？我想要甲恁台湾的学生讲是讲，你若继续创作，你就有机会。你的机会是你目前你可能看袂到，我是要鼓舞恁，你机会是看袂到。啊，这是我个人是这个经验。我去参加一个文学奖比赛，啊，迄个文学奖比赛是比歌词，啊，歌词比了，较佫比作曲啊。啊，因为我歌词有得奖，啊尾啊，伊较去普及，较去比赛，啊尾是讲伊普及是无得奖，啊佫尾啊，就是讲我有一个因为你有得奖，
嘛毋是讲着种，你一定我一直无放弃，我一直有继续去创作，吼，我一直去创作，才有机会甲即种无共款国外的人去合作。吼，伊即摆即摆足穿的啊，伊即摆足穿啊，嘛毋是讲足穿，就算足有名啦。啊，当时会当去合作，我毋知影，啊，过我感觉这是我个人这8当来创作的过程当中一个足趣味的经验，是讲我既然有法度甲迄个演唱界的人合作，吼，啊，虽然是无得到啥，过对我来讲这是足大，我目前人生足大的成就啦，吼，足大的成就。你恁会当去讲啊，去了 YouTube 听看卖啊，我感觉我可能是写了，毋是讲介好，啊，过我感觉伊经过伊的声音嘛，有甲即首歌词，迄个表演了诚好。啊，其实恁遐看，我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迄个相信恋啦，吼，你应该看会出来啦，吼，应该看会出来吧？吼，啊，其实3拍吼，第一拍甲第二拍其实是无共款的角度去讲我伊本身即个人的身体啦，吼，即个身体，少年家甲小阿妹，啊，一个排比嘛，一个排比，啊，为即个歌词我去嘛毋是讲批评，去讲出我心内的话，我支持同性恋。我透过即个就是咱讲的，咱写作为个人拖到去国际嘛，各社会议题。这是一个连贯的，你无可能一开始就写社会议题，有可能啦。啊，搁因为我经过1、2档的写作，3、4档的写作累积，啊，我观察，我想要观察我家己，啊，我观察这社会需要啥物物件，我去甲用我的话，用我的诗去支持社会议题。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啊，这嘛是诗，你若讲莫讲诗人啦，做一个写诗的人，我感觉足无共款的所在，就亲像阮拄则讲的咧，谢明佑，迄条歌路，伊咧讲咱未来是爱做伙行全台湾，安那同心合力，安那有诶无诶，迄种用文学的语言去甲包装，去甲讲出来，啊，去行入入去每一人诶心肝头。我感觉讲这是较无简单诶所在，嘿。啊，你这个人敢知是啥物人？迄是香港迄个，就是15岁迄个查某囡仔。嘿，对吼，啊，嘿啊，这嘿无毋对，就是伊吼。啊，我着要，就是我旧年文学奖着奖诶作品，就是主要就是写伊啦吼。我要讲诶是讲，咱其实迄一个，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嘛。虽然中国人莫讲中国人啦，讲中共因无阿强啊，毋愿去承认嘛。啊，搁你看着，因为就是应该是前2档，蔡英文搁要选总统嘛，迄阵阵韩国瑜嘛要选总统嘛，吼，这较政治啦，啊，政治其实死为神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啦。所以讲，我感觉讲咱做一个人，吼，啊，咱先莫讲台湾人，咱先做一个人，啊，搁来讲做一个诗人嘛。你爱知影讲你的思维是啥，你对你的人生的价值是啥物嘛？啊，你爱去抵抗你无认同的物件，无价值就是违反自由甲民主的物件嘛。我感觉这是人的价值嘛。咱讲人尔，毋是讲要做啥物中国人、台湾人，毋是哦，咱是讲上简单讲做人啊。啊，迄阵阵其实我有足惊吓啦，惊吓啥？因为我有2个查某囝，
两个查某囝吼，啊，我足惊讲台湾会变做香港安尼，吼，我足惊。啊，因为看到即个15岁查某囡仔安尼互吞大安尼互害，啊，搁遐济香港人行落街仔头，哦，一届行咧200万行出来，伊足无简单诶代志。所以我讲，我应该爱替伊发声，毋若是替因啦，嘛爱替我家己，吼，免爱替我家己，替我诶查某囝，去甲遮诶代志讲出来。啊，我感觉这是就是咱题目，咱今仔日题目是讲啥？为虾米写台语诗啦？为虾米要写诗？为啥用台语诗啦？意思是讲，以我来讲，我想有话要透，我毋若我有话要透啦，我有话要甲恁、甲社会、甲亲戚朋友讲出来，讲我诶担忧，吼，讲我诶操烦，讲互恁听，讲代志若安尼落去，吼，恁若选毋着人，恁若选毋着人，恁诶未来是有受影响诶，会变香港诶，吼，啊，这是就是我想要写即首诗足大诶目的啦，嘿，足大诶目的。所以咱来读一个好啊，吼。因为剩10几分嘛吼，剩10几分，读一下就好啊啦，读一下就好。啊，你无，我是感觉讲即首诗其实伊拆做3部分啊，一个老爸咧讲话，啊查某囝咧讲话，啊尾啊查某囝巧伊了，伊老爸佫讲话安尼，一切拢是，就是讲，迄个查某囝要去抗争啦，因老爸其实是一开始甲足无认同，尾啊因查某囝互害死了，伊才去反省家己，认为讲因查某囝伊要保护诶吼，伊保护即个民主甲自由即个价值啦。伊一开始其实毋愿去看清，伊毋愿去看清，其实是要保护因查某囝啦。佫因查某囝为着要牺牲嘛，毋是为着牺牲，已经互牺牲了，伊较重新来思考伊家己，甲因查某囝诶即款行为，尾啊佫接煞来，佫愿意佫替因查某囝继续行落去。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无简单诶、足伟大诶代志啦，嘿。所以一开始就直接写嘛吼。一句伫维多利亚港诶浮漂诶尸体是我诶查某囝，一开始就算是互惊吓啦，讲因查某囝死啊，伫倒去啊，就死安尼，就算手双脚互绑起来，伊会自由，咪嘛自由咧飞，自由咧受，我是因无路用诶阿爸，我是感觉就是讲一开始我就就是讲。一开始就互评审看着讲足艰苦，互是安怎艰苦咧？就佫接煞来，安怎去看？今早咱着安尼小闪心，日头已经无照起落，月亮嘛，互庆声行甲密起来，无法度倒搭会记忆。啥人有才调，直接会调。网铃远远看你摕雨伞，也袂着庆子雨，甲规身躯火晒晒，可袂得带你抽退即个发红的母土，可袂得停止这真细叶的严肃。咱有偌久无做伙食饭啊？即几工我毋敢阁看电视。你的手机仔嘛接袂通，顶月日咱最后一摆对话拢无好声扫，我捌质疑这是上帝交代落来的罪罚，怪我双手束缚腰讨协，听见警察伫街仔路顶胜利的发喊，凊凊彩彩甲尊严等落去6个门仔内，你敢知？
激青你的头面是自我防卫，因为我无爱替你受代你的青春。战争强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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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是强食力是世界的定数。准讲咱毋愿惯死死亡，几往的樱花已经无才调，搁喘气上无，我搁有你，你搁有我，互你做可换。我得甲想，这是一张400箍尔。等雨落落来，你就会转来。其实因查某囝已经翘去啊啦，因查某囝已经翘去啊。过去伊无愿意，一开始无愿意，无支持伊查某囝行入街头，是因为伊因为知影讲这出去绝对是袂转来啦，袂转来。要留足久以前就留要去进前就留纸条仔互阮老爸啊，阿爸，这是我的时代，我的主张，咱的未来。惯死无思考是安怎看见自由的光？阿爸，你敢有看见？你有看春天的影，留伫涂骹的火石？这毋是宽恕的洗礼，无需要翻译，自由是袂当化价。当头白日插片的烟火，甲头前的路引起地压。我甲冲突兄弟姊妹共款抽大扫，单破的目睭，犹原有法度看清这独裁的惊吓。伫记者的镜头内展现因无爱敌意的艰辛。身躯顶的疼痛是创食民主的证据。香港当咧流血，当咧沉落去地压。阮祈祷时代会当理解，这是一场战争，这毋是一场梦。咱煞国母一种爱记着伊的重量。西仔山顶的朋友，友的，甲咱的诉求放送，仰望世界现主是看见、听见咱的心声，要甲压迫变做艳光的意志。自由政治心内上深的所在，拼死用底 QQ 的青春，欠和平理性的方式替换独裁的替娘。顾拍的主攻是过一摆失明的感情，紧趁金暗，结果进前，偷放心肝力烧噗噗的手尾里，反击气压压的怀抱。为大楼房扯落来的幼稚，用灵魂应答仰望的救赎。准讲伫历史的拼甲犹原显目，下差的性命犹原世界开花。阿爸，我的挂爱敢通成做你的原谅？其实伊就是要去行入街头啦，就是有牺牲的准备啊啦。就是讲。伊无去袂使啦，请你原谅最后一拍是讲，我的囝，我真才听到你的祈祷，自由的风敢是会来引带，带开这深浓浓困袂饱眠的日子。我下入去你对我的仰望，看见你久见的笑容起来，咱爸仔囝做伙勇敢。这落雨的生命有影真大，我知你袂阁转来，是我彻的软脚对袂着你马了的速度，总是即摆我会徛出来，甲你做伙甲乌坎坎的专制离开，担头紧起来起做自由的粗胚，历史幽魂搁再精神，死亡毋是一种惯势，咱袂阁为着空想的未来，相信暴力后会有和平。来，甲身躯切互焦，咱做一个约束，手纳圆池的情分，着留伫街仔路，起义者的宪制，终其尾险请。人民的公义，未完成的革命，定着会
向后势，阿爸替你行，吼啊，其实已经死去啊啦，所以甲伊身躯切骨打啦，吼啊，伊伫迄落尸体糊起来嘛，然后我就讲，这就是我想要表达讲，我要甲啊，当然尾啊嘛足好运有着奖啊，我有法度去台仔顶甲我想要讲的话讲出来啦，嘿，这是我感觉写诗足大的，就是我目前我感觉我足大的动力动机啊，我想要甲当然我嘛有写我个人的一寡生活上的，啊个当然你若要去比赛，要互去引较侪人来去思考一寡代志的话啊，你着爱写一寡社会议题啊，吼，啊你有一个方面就是讲，我是要调工讲的是讲，其实我即几档比赛拢是用汉语啦，啊，因为现实就是讲，我早期拢是用汉字，甚至用白话字。啊，因为体制内，即摆是有限制，因为评审无认同啊。讲实在，这个无认同。啊，无认同，我搁想要比赛，我搁想要讲话，我安怎做？我拼死，就是我一开始讲，我要得奖，我是要，我要比赛，我就想要得奖啊。所以我就好，我一开始听你的。啊，过咧，我若得奖，你若互我机会得奖，我去台仔顶，我就是要发声就对啦。吼，我就是要发声。我这种感言，我全部用罗马字写啦。嘿，我全部用罗马字写。你毋愿意，互我用罗马字写啊？我颠倒，我用我另外一个方式去甲表达出来。嘿，啊，我就是感觉讲，这是话时阵，咱着讲起，搁讲起啊，咱这市场的问题啊，这因为恁是台湾的学生，你会想爱去认清你目前的局势，恁的限制是啥？了解了后，去外头转来想，反转来想，恁的优势是伫倒位？恁才有法度去发展，较有法度路，较有法度去行。我感觉讲这是嘛是我个人特别想要甲恁讲的吼。啊，剩时间是毋是够啊？嘿，时间到啊。哦，搁10分钟好毋好？啊，10分钟，等一个 Q&A 好毋好？因为10点10分有后一个课，所以可能爱较紧的。安尼我搁讲互恁5分钟哈。一个讲即个就是台湾大学吼，前几日较通过因陈文成吼，陈文成恁较去家己去看啦。啊，我是感觉即首诗是我写甲流目屎的。啊，即甲南龙广场吼，地南面共款啦，伊拢是互起升的一个啦。啊，台湾大学目前是通过，啊，你即摆清大无通过，我感觉其实恁会当去理解一寡，恁目前的学校发生的代志，我感觉这我尾啊想要甲恁讲的。啊，其实佫有一寡代志啦，啊，可能讲无了的话，要紧咱一只先提问好毋好？敢有同学要问代志？我佫有讲准备讲无了的所在，若有机会佫再来讲啊。想看卖有同学有啥物想法，也是讲要交流的所在，再相甲研究。我想要分享就是我读老师你的诗的一寡心得甲想法。好，谢谢。就是我是读迄个就是二条啊迄首，因为我迄阵我去迄个台湾文学奖的网站看的。其实我头拄则就是听老师你咧读的时阵啊，尤其是第3段遐，我就想着甲一首歌我感觉有小可关联，就是我毋知影大家有听过克拉奇的迄个万千花蕊自有悲哀。有听过。就是你有听过嘛？对，就是有一段伊的歌词是
甲你的记忆藏伫我的心内，骑你的白马，行你要行的路。就是即两句的歌词，就会互我想到迄首诗，应该讲迄首诗互我想到即两句的歌词，就是迄款伊到最后虽然即个人已无伫，毋过伊去行伊要行的路，有一款就是延续的感觉，嘿，安尼。谢谢，真好，我会去听这首歌，我毋捌听过，我会去找来听看卖嘿，看有同学有啥物问题，还是讲，应该是讲你对台湾系有啥物问题啦？还是讲对目前工课上啦，应该是讲未来工课啦，嘿，有一寡啥物问题，我感觉会当，嘿，我会当回答的，我尽量回答，安尼。嘿，那无就嘿，若无你嘛当留信息互我把紧吼，我会当回答的，会尽量回答诶，嘿啊，吼，若无可能老师，若是你若有想要分享你的投影片互阮，你会使传我。我才通过学习。好啊，若是有问题，阮会使安怎来联络你咧？你通 email 互同学好毋好 ？email。好，用 email 好。嘿，用 Facebook 较私密啦。好，了解。email，谢谢，今仔日先谢谢同学，有提问的同学，佫有在座的同学吼，谢谢今仔日算我是希望讲无讲你甲恁的梦差伤济啦吼，嘿，有人举手是，有人举手啊。我有看到啦，嘿，我才看会到啦，啥物胖嘟嘟啊，什么个？嘿，无就安尼，就先安尼吼，安尼。多谢老师。来，谢谢哦。多谢老师。再会。再会。再会。拜。天宁，你录影是会当传互我吗？因为就是头拄仔金华老师迄边电脑有问题，所以可能爱甲金华老师摕迄个录影档案。我毋知影伊迄边敢是好，因为即个房间毋是我开的。所以伊开伊录的嘛吼。嘿啊。好我佫甲问好啊。好，谢谢哦。多谢，辛苦。好，拜拜。拜拜。拜拜。老师，我上尾甲你推荐一首歌，就是当时就乐团的迄个风中不停的回蕊，最好听的。我有听过，我捌听过。好，谢谢。多谢老师，再会。拜拜。